舊年7月，在嘉南的法國公墓呢，是來舉辦一場追思活動，要來追思在侵華戰爭犧牲的這些兵仔，而且結合着天主教的儀式，也閣有咱台灣傳統的普渡科儀，展現這台灣宗教的多元性。香爐插清香，邊仔閣有十字架，甚至是法國的芳格紅酒，這是在嘉南法國公墓舉辦的跨越戰火、共濟和平追思活動。1883年爆發的侵華戰爭，造成真濟清兵和法國兵戰死在嘉南。當地居民將因葬在法國公墓和民族英雄墓。嘉南市府表示，為着要紀念這些戰士，當年舊年7月，攏會結合咱傳統和西方的儀式，在這舉辦普渡。今年我們多加了一個用天主教的儀式來表現。那我覺得，對當時的法國的士兵致意，跟對當時的清朝的將軍致意，是我們最原始的目的。很希望大家後代看到了。希望不要再有戰爭，希望和解是最重要的。一邊是法師念素文，另外一邊是天主教的神父帶大家做伙追思。嘉南市府指出，英國攏是用傳統的科技來進行，今年配合東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，追思活動頭開加入天主教的儀式，也呈現咱台灣多元的宗教文化。我能感受到那個基隆市的公民的熱情。然後他們對於我們的軍人的尊重，所以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，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。嘉南市府表示，嘉南中元節的活動主要就是強調族群共融的精神。規系列的活動上受注意的，也有8月26暗時的遊行甲放水燈的儀式，8月27也有中元普渡，鼓勵民眾會使去參加祭典，感受台灣的民俗。記者魏宗林、王志剛嘉南報道。